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12月1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正，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劳动部已经有去查远东航空董事长手下的企业，远航若无在调落遣散费，劳动部会保护劳工的权益。去年国民党提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有提出选举无效的告诉，早起高等法院判决伊败诉定案。而且全世界拢禁止美国波音公司生产的737 MAX 飞行机搁载人客，波音嘛讲这型飞机按算明年就会停产。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昨暗7点25分，宜兰南澳发生规模5级的地震，准一个家己往北角角头，加减拢地角会着。地震测报中心嘛讲，近来这2-3天，无定个月有地震尾，就是3级左右的小地震。若咱台湾、菲律宾这3个月大地震已经5摆，尤其昨日下晡发生6.8级迄个，已经致死5个人过往，86个人受伤。地震速报，地震速报。人当地看电视，形容响起地震速报。昨日暗时7点25分，宜兰南澳发生规模5.0的地震，地震深度49.3公里。地震测报中心表示，主要是温热带板块烧煎造成的，是地震能量释放。若伫正央宜兰的超市，地震发生时阵，火计物件拢害来害去。就是有哐当一下而已。那时候你在哪边？在这里。在这边。对。就晃一下很大。对，晃一下，还蛮大力的，因为酒架有空当一下。有空当一下。对，所以我想说，应该是地震。然后后面有客人说，有地震。有地震，有感觉啦。对，是有感觉。没有晃很久，一下下而已。国家基金部是地震规模5.0以上，任何一个县市政府所在地，一个震度有4级以上就发放。地震测报中心无排除这2天到3天内可能有规模3以上的疫情发生，虽然疫情发生机会就降低，好佳在全台拢无传出灾情。不过，伫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尔就无这么幸运，过去3个月以来，都有超过20个人因为地震失去性命。16救援人员伫倒去的3层楼购物中心找生还者，昨午发生规模6.8强烈地震。4点钟内，明达纳尔的南纳毛省一个连续发生179件疫情，这地区目前拢在进行10月份的地震灾后中间工程，百姓伤痛到今还未恢复，即马又搁一摆受到创伤。记者综合报道。咱倒转来关心远东航空停飞上新的发展，劳动部已经有大声去查远东航空各地头营业所，还有公司董事长张光伟手下所有的关系企业，总是目前也无查到欠人工资，也是大批遣散员工的情形。远东航空此去也真是确定无再调支付遣散费，劳动部原来用一笔专门咧纳工资应变的基金增大成，通好保障劳工的权益。远航暂时停飞，董事长张光伟包括远航名下有12间公司，营运状况是毋是嘛是乱糟糟？劳动部8启动已经成劳检，其中有3间公司无实质营运，其他公司甲远航各机场营业据点无发现欠工资，或者是大量解雇，才会无正常进行。毋过，伫高雄的华夏商旅年底停业，有20个员工会伫年前无头路。他们现在到底是要采取什么方式？是要之前的方式，还是要合意终止契约呢？他们现在还在协商当中。远航敢当复飞，10月拜3才有结果。万不利报道恢复营运，远航有1024个员工受到影响。外界关心劳动部敢有掌握远航爱机会资遣费是偌济？这个事情如果说明天决定的结果没有办法复飞的话当然这个公司可能会。这远航公司可能会有面临大量解雇的这个问题了劳动部会立即会要求公司要依照大解法的规定跟来通报解雇的计划书，那也要开始跟员工来进行这个协商。柯明春无伫记者会公布数字，毋过伫会后表示，那是劳动部启动新贴工资，估计金额会是1亿到2亿左右。那面对有周刊报道，张光伟涉嫌讹诈远航22亿，远航再起发表声明驳回。因为远东航空是张光伟一人独资，要怎么掏空？难道要掏空自己吗？那远航若是袂当复飞倒去，公司是毋是发出资遣费？远航表示不会做这款容易的回答。记者综合报道。交通安全绝对袂当滚笑。
去年10月2日，台铁的普悠玛列车伫咧苏澳镇冰车，到当已经1吨外。今年8月成立的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早起宣布讲，这台普悠玛列车内底头尾80车厢所投的电脑卡片、记载的内容拢已经分析出来，按算明年9月冰车的事故这本调查报告就会当完成。委员会9月份介入1028普悠玛事故调查报告有具体进展。调查人员用开放航空器乌阿麦做法，目前已经完成重新解读车顶相关记录器的资料，进行事故车辆的80车厢资料判断。不过真可惜，列车通过流动站了后，一直到排练进程，小连续有5分钟的资料，因为圆手的设计问题无法度列落来。有一些安全资讯，它的设计没有办法在发生事故。有一些的资料会 loss， 这个 loss 不是我们 download 的 loss， 而是它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逻辑。委员会强调讲，就算讲有减5分钟的记录，也是用其他的事情来比对，预计明年3、4月时间会完成事实资料报告，9月份发布1028普悠玛事故调查报告。若是今年10月份登起的南方澳大桥，委员会调查人员嘛已经完成桥面等等的证物测挂，预计明年才发布事实资料报告。钢缆这个部分，我们后续要再做后送测试。那目前我们规划大概是在明年的2月到3月左右，会先跟社会大众发布一个事实资料报告。明年8月左右可以完成调查报告草案。若是远东航空无丢伫停飞，委员会表示，虽然远航过去无重大事故，不过确实需要注意。委员会顶个月带相关主管去远航拜访，迄当阵董事长周公伟阁强调讲，会甲飞安做好。针对各家航空公司，委员会除了会徛伫咧事故调查的立场，嘛会继续了解营运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水分明，去年国民党提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丁修中，以3567票选输争取连任的郭文特市长，也来向法院提出选举无效的告诉，连烧线拍到2审。早起高等法院判决丁修中败诉，这条代志从此定案。丁修中也讲伊真失望，佮批评司法真保守，干那拢咧为掌权的人。伫台湾高等法院行出来，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面对败诉的判决，看起来真失望。伊批评台湾的民主也搁伫咧滚价，司法应该是民主法治，却维护当权者，烦恼台湾的未来。大家一边看着开票结果，一边在投票，这样子的严重违宪、违法、违反公平原则，成为国际媒体笑柄。我们不是没有法。我们是没有司法。去年到下议大选，丁修中用3000多票输予台北市长郭文特，所以提起选举无效的诉讼，控告中央选举委员会、台北市选举委员会。台湾高等法院17日2审审判，认定台北市长的选举有效，判决丁修中败诉。因为选罢法规定，选举无效的诉讼未当上诉3审，所以2审终结专案定案。没有办法证明排队的选举人都在使用手机，或者使用手机的时候都是在观看开票的一个进度，进而影响左右他的投票决定，而有影响到选举的结果。丁修中批评，去年市长选举是一场喊呱呱的选举，民众所会当拿看开票、拿投票，呼吁2020的大选落架违法的政府。北医学议定是认定，民众伫咧规定的时间内底到投票所投投票权，嘛无法度证明讲民众排队耍手机拢是伫看投票，怎来去影响到选情，所以判决丁修中败诉，嘛替这个有争议的台北市长选举做一个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民进党的杜英台主席已经话讲，等到大力势转来丰收台北市立法委员的选情。早起伊就和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做伙替台北市的立委徛台助讲。当日韩国瑜批评讲，那遐个甲伊抹黑的人，拢是提钱办工课的卡笑。赖清德嘛提醒讲，要选总统的人，讲话就要有根据，才袂愈来愈失去民心。选举愈来愈晚，民进党要叫立会封台北，从立委选前，和现任立委连任，嘛要拼选区翻转。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第4摆替吴思瑶徛台，对韩国瑜进行讲，乌汉的人士是第8届讲法。赖清德嘛提醒，竞选总统卖人身攻击。韩市长一定要知道，他现在是竞选总统，他讲的话一定要有根据，而且也不能够人身攻击，否则的话他会每况愈下。得不到国人的支持。另外，讲到最近真侪间民调乐观，民进党下当各一摆全面执政，赖清德表示对选情有信心，不过也是要细腻。
民进党主席杜英凯嘛伫台北陪柯淑华扫街，佮一摆讲到波特王事件，认为大家爱更加珍惜台湾民主，这是中国甲台湾上大无同。人跟人之间交往，或者一些基本上的人权跟自由秘密，这个才是最真正的民主的精髓，在中国是永远学不到的，所以台湾势必要更加的珍惜。总统蔡英文17号公开行程，竞选办公室才推出当照2点控心结证件影片，用动画方式讲到5个增加，包括增加立教中心，和未来4年当照更加周全，用正式句话替选战加温。记者综合报道。这个礼拜六12月21日，高雄市有2场大游行要举办，一边是要鼓舞罢免韩国瑜，一边是要汇集要注意。因为反对的这边已经打讲，有超过20万人会参加，这也引起韩国瑜的副手张善政讲，大家就斟酌看来听因的又有偌济。总是韩国瑜的竞选团队嘛，搁捧政策好料的出来，讲要拼外交、顾两岸、中国风。选战就要到啊，郭台铭努力拼选情。12月21日，在高雄要出现支持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人甲反韩团体大拼场，因为反韩团体表示参加人数会超过20万人。韩国瑜副手张善政无认为是安尼。我觉得看这个什么罢韩的这个人数没有意义，真正要看的是说大家心里面有多么想要把蔡英文下架。目前真一份民调，议员显示韩国瑜支持度差对手蔡英文有10仔。张善政中心已经无咧注意民调，即马外传韩国瑜的支持者集中2万人，比解都是选后要逼宫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吴敦义主席有他的任期，不会去想说什么明年总统选完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绝对尊重国民党既有的体制。拼选战，韩庭也除了批评蔡政府两岸政策，互对华人民为欣赏台湾，甲变做收视台湾，也提政策句话，强调要互台海加做全球商务的重要位置。我们希望台海成为全球的商务中心啦。台海是这个船舰，是商船，络绎于途。外交要赚钱，两岸要冷静，国防要练兵，就是韩国瑜最核心的国家安全的政策指导方针。韩庭也强调，面对国家安全，不只爱勇敢，也爱知影避险，会伫保卫中华民国主权的前提之下，积极开放两岸对话。未来外交政策也未开大钱，优待选情。郭庭也不只是隔空交会，也继续捧出政策句话吸引票源。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咱来讲台北车头东半边的双子星土地建设的开发案，过去流标5摆，早起总也顺势来签约好势咯。台北市长郭文铁和台北双星公司的柯坤泰董事长双人签落投资的契约，按算6档月了后就会建设完成。郭文铁市长嘛讲，这站开发案会带动台北车头4边的经济，提高台北市的国际竞争力。那双子星在过去有5次流标，你知道吗？拖了13年了。那在我上任之后，大概花了2年半的时间去把这个法律程序走完了。开放政府全民参与、公开透明。既然这是一个政治上的理想，你知道，那我们就要执行自己所喊的口号。我们集团在科技制造、建筑开发以及商业不动产经营以及智慧力建筑系统的所有优势资源携手国内外一流顶尖的好手立志呢要打造一个设计最好、共享多赢的台北双子星。双子星的土地建设开发案，去年本地是南海马顿这个团队来标着，不过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判断讲，南海马顿是可能受到中国政策影响的投资人，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取消因申请的资格。所伫主办开发案的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决定予第2优先的蓝天红会团队补起来，早起双方面来签约完成。双子星的开发案投资的金额计共有605亿。按算各过6年9个月就完工，也通提供16000个职位，带动就业。咱来讲明年正月11日，咱要选总统，搁过较无2礼拜，旧历就过年咯。伫咧中国做头路，这个台商嘛声明讲，正月11日之前，伫咧上海这个飞机机场已经拆无飞机机票返来台湾，望讲民航局会当增加飞机班。不过民航局是讲，无听讲票歹拆，嘛会照步来，和中国迄边超测增加飞机班的工课。
明年1月12日总统大选，佮加上旧历过年提早，真侪伫咧中国的台商、台生准备要提早买机票返来台湾投票。毋过伫咧中国的台商团体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伫咧17发声明表示，伫咧上海丁丁的机场，明年1月初8到初10时间已经出现返来台湾的机票拢买无的状况。紧急呼吁民航局会当延明年6间春节加班机的时间，互因会当顺利返来故乡。早起伫咧松山机场也是有真侪对中国上海返来台湾的航班，登记往回两岸的商务旅客表示，最近两岸往回是真正常，毋过嘛因为明年选举会提早来订票。机票比较难买吗？还好，这个时间点还好，再晚一点会可能比较难买，因为刚好今年是卡在农历年，所以其实它会有一个相对的感受，它会比较难买一点。有学者分析，明年返来台湾的机票变少，可能是受到今年下半年中国旅客限缩影响。历史这几个月以来，中国往回台湾的航班一个月减超过200个航班。顾客自由行等等团客这些减少，每个月目前是减少200多班哦，这是第一个因素。那第二个因素会不会跟总统大选以及这个今年的春节是在1月有关？布里格陆委会表示，中国旅客减少，抗位增加。陆委会盘点两岸往回机位，并无听讲买无票的状况。民航局嘛透过原本的机制来甲中国协商春节加班机的专案。最近陆客已经大幅减少。留下的空位非常的多哈，正在盘点当中，也在跟中国大陆在协商当中。陆委会强调讲，当年若是要外春节过年返来故乡的时阵，政府拢会照原本的机制来甲中国沟通，争取春节加班机来疏运，保证大家拢会当顺利返来故乡过年。记者综合报道。有的是无够分配，毋过有的所在煞咧不接应。高雄市警察局昨开始回收市内各分局警员咧穿的枪支拍袂入去的防弹架。毋过旧的收回去，新的煞无对到位。一寡警员讲要出勤的时，无定就爱替轮穿，甚至有的寸笑阁袂合。总是高雄市警察局有背回讲，回收是全国性做伙办理的工作，防弹架的叶是还阁有通互市内警察来穿咧。穿防弹架出勤，为着要保护当人的安全，若是有特殊的勤务或者是暗时出勤，拢会要求讲爱穿。毋过所有警员伫咧面册社团怨叹讲，防弹架过期煞无新的摊外。高雄市警察局10日专门回收过期的架，毋过新的架还未到货，而且佫传出讲有的派出所侦查队等等警员的架无够，或者是寸秋袂下爱轮流穿的状况。本来这个是每人可以一件哦，但是因为回收完之后数量减少了。所以说必须有轮流大家共同来穿用的情形。各分局大队的话，如果有尺寸不合的话，透过他们本身的一个业务系统来自行来调整。市警局回应讲，假是因为过期才要求回收，主要是避免当人无细日穿着，转去危害着安全。这是全国的通例，毋是干那高雄市警察局。辖区内底防弹架的数量都有够提供予出勤的当人来使用，干那是无法度每一个人一领固定予个人使用。目前阮是无啦。实际来去派出所问看卖，警员拢讲无欠的状况。市警局嘛回应讲，主要是警政署新采购的10万领防弹架，送去美国安全检测时阵无合格，才无法度即时来替换。毋过警政署强调讲，目前全国防弹架46000多领，各单位的数量拢有够，而且新的买赶紧来配发。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讲完，咱来讲台中。台中市本町有17间国立的高中高职，因为升格做6都了后，2年前开始改做是市立的。本地中央有补助头前3档的经费，但期间就要到了。毋则有市议员提案讲，未来市府一档就要加负担2亿外，大头才当。也是讲交通去中央，各用国立的名义就去办。毋过嘛有市议员是讲，路无人咧行翻头的啦。台中市17间国立的高中职对2017年改做是市立，施行到今也已经要满3年。不过，这17间的市立高中职敢会加做台中市的负担？台中市议会也引起热烈的讨论。台中市哪赢市议员也认为讲，台中县市合并升格，整体财政收支需无进一步的讨论。说在北高过去2个直辖市，它的高中职都是私立的，因为它有足够的财源哦，因为那时候的统筹分配管是比较充足。但你变成6都之后，你没有相对把其他这个直辖市的能量提升。国民党团认为，当初对2都变做6都，不过统筹分配并无重新检讨，中央补助前3年经费也未到期，所以来市库逐年爱增加2亿2900万的预算。不过，民进党团认为，袂当行等于旧路。台中市来讲，我们的财政是蛮健全的啦。当然，你看今年的总预算是编到2200多亿，200多亿，当然都是有一部分是高中职的一些费用。
大陆两党看法无同，不过这17间市立高中职财政必须由台中市政府家己负担。国民党团提议将市立高中职改登记国立的，目前已经立法通过。市政府教育局也表示讲，会收集意见了后，再甲国教署讨论。我们每一年包括我们私校的退辅，大概要4亿的这个支出。所以对市库负担蛮大的。这个确实是对市库是增加了一笔负担。台中市教育局表示，目前干那市立学校退抚金一年就要4亿的支出，明年开始减少中央的补助，负担会更较大。教育部国教署表示，会甲市政府讨论，针对急需爱用的，就直接向中央争取；也若是有限的部分，搁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话，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教育问题真要紧。中央政府要甲教育办好好，地方政府嘛要甲教育办好。尤其咱做人是大人的，更加考虑讲，囝儿孙仔教育一定要办好。毋则真侪先贤的话语，拢甲教育有牵连。国情大声要来讲一句：四字千金不如教子一个。是啦，这真侪才做人是大人的观念，确实有影。你欠钱吼，囝孙伊无得确会晓开呢，无得确讲是咧较歹囝，甲你毁掉呢。教伊一手艺。伊有才调饲家己，毋过话讲到遮，国情原来要甲你做伙来研究一个角度，因为教子一个，这个囝咱生出来会生得囝心，袂生得囝心呢。你老爸若感觉讲我要教子一个，我咧做医生，医生都比较讲别种头路，总是毋免受风受雨，袂歹过嘛。囝要落去做医生，但是恁囝无兴趣呢，恁囝就要研究建筑，恁就要研究艺术。恁囝都有兴趣讲，这通拖的代志，逐项拢老爸安尼甲反对，你讲伊过了敢会欢喜？毋则俗语一句话咧讲，鸡毋成父啦，有影啦。你即只鸡讲叫伊着孵卵，伊毋孵就是毋孵呢。你毋通讲为着四子一个替囝拢铺排好势，考虑好势，老爸咧想的路，囝无得确会接纳。做老爸做老母的，当是要安怎？台湾俗语话嘛有讲一句，讲吼，咱着爱。用咱对囝真侪德行的教育，毋通讲干那立即钱财互伊，干那四字千金，这无得较有效。毋则较早的人讲积德吼，较赢积切这斗句，各用入声字落去斗句，但是斗了有够有道理的。讲积德互囝孙，啥做积德？毋是讲吼，咱看袂到的代志，讲这道德囝孙会报袂报？有当伫我生活中一项的举止行动。恁囝就会扣伫咧心肝内，想着讲，我较早读大学的时阵，嘛甲人咧参加一寡社会运动，嘛咧甲人做社会上代议团体，人称呼做会长。结果阮老爸接到人通知的批，伊甲我讲，你要做啥物长拢无要紧，第一就是钱项的爱甲人清楚。哇，即句话记伫我心肝内，较久我都袂放袂记哩，因为阮老爸就是甲人清楚的人，积德较也积切。话讲来到遮，我要讲一对连队。照讲，这是清朝出名的大官林则徐写予伊的子孙，这对连队意思真好，你来听看卖。典故讲：子孙若如我，留前做什么？贤而多财，则顺其志。下句讲：子孙不如我，留前做什么？愚而多财，亦争其过。解说落去，讲我林则徐。社会人拢讲我真才情，拢讲我真牛。子孙若亲像我遮，子孙若甲我共款遮尔才情遮，我留钱互伊是要创啥？因为若贤德的人，伊钱济吼，伊会算志气啊。有钱伊都毋拍拼呢。第二，林则徐佫讲，子孙若比较我较含慢，无像我遮才情遮，我留钱互伊嘛无较专呢，留钱互伊我哪无作用呢？因为含慢的人，智能无甲遐，头壳较输的人，咱讲较戆的人，愚而多财，亦争其过。伊摕钱袂晓用，煞会买人拍佚佗，煞会摕钱糟蹋人，所以无论如何啦，我毋免留钱互子孙啦。毋则讲积德较赢积切，确实有道理。讲到金钱的代志，原来有人吼受到枉屈，接到罚单，伊毋去揽呢，原来就是去互政府冤枉去啦。来看桃园中立有一个路面有的红线，毋过嘛有些富人人甲有的啊，会当优先停车。你车顶若有载富人人，也是载有的啊，先停咧无要紧，即个指示牌原来设伫遐。
当有民众停伫咧遐，煞去接到红单，讲你停红线，当然不服咯。伊去裁决所申诉了，罚单有撤销。啊，桃园市交通局接到陈情嘛，查明讲，原来这座红线较尾画，但即时派人去将妇幼优先停车的指示牌拆掉了。桃园市中立区延平路瓦近康乐路口路边的红线路段，所因为当时设妇幼优先车架牌面。有民众停车放开罚单，到裁决所申诉，最后撤销罚单。但是其他的民众有无同款的看法。你又停那个又红线，人家搞不清楚。哦，你要嘛你就搞清楚，法规就这样子嘛。对。法规就是1、2嘛，没有说有灰色地带嘛。被开单你就很合理了哦。现在合理啦，因为已经红线了嘛哦。明显啦，那都涂得很明显。那你说这个还能停，那就奇怪了。路口也阁小可看会出来有2个画条的停车架。交通部查明了表示，中立车站附近因应交通部铁路局机场捷运施工，照交通维持计划调整车道配置。伫104年9月取消原本路径的车架，改为红线，但是施工人员无同时取消优先车架牌面拆除，才会造成这边的问题。附近呢有捷运工程正在施工，原本道路的路边停车格呢已经涂销改为红线，然后那牌面呢却没有同时呢一并拆除，所造成的这样子的一个矛盾，已经立即派工将这个牌面拆除。交通局嘛呼吁，若是民众发现标线甲牌面有矛盾的情形，应该对较严格的部分来认定，以禁制红线甲黄线为主，嘛提醒民众爱卡1999甲市府反映调整。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台湾近来失智症的人口有影增加袂少。但有美国的学者研究讲，空气污染嘛会引起失智症。安怎样讲？但环保团体就出面警告讲，兄青土炭的电厂会制造 PM2.5这款细粒溶液粒啊，输入鼻孔行对大脑内底去，也会引起失智症甲中风。因就要求政府要斟酌重视这款污染对人体的伤害。拒绝煤电。保护老人。透过化口号，希望各界注重小土炭发电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会对人体产生的危害。因为美国南加大老年医学院研究发现，空气污染致使老年妇女得到失智症的比例增加。住伫咧 PM2.5超过标准区域真侪的老大人，人体功能降低可能性嘛关真侪。所以环保团体指出 ，PM2.5会通过鼻仔进入人体，而且更有可能进入大脑。透过嗅觉神经球直冲大脑。除了会透过肺部，然后到心脏，然后随着血液循环全身，然后穿破血脑屏障以外，另外一条对大脑的伤害，它是直接透过嗅觉神经球。那嗅觉神经球离我们的前额大脑是非常短的，不到5公分。根据统计，台湾伫咧2017年有28万的失智人口，估计伫咧2007年的时阵会增加到85万人。哈佛大学上新的研究嘛发现，空气污染会是致使失智甲中风的凶手。国卫院的数据嘛显示，若是空气当中每立方米的 PM2.5的数值都15微克降到5微克，得到心血管疾病的人数会当降低3倍。还是要再减量，因为我们真正要保护国民健康，恐怕不是说降了从10部机组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降到剩下2部半，还是甚至最低的时候降到不到2部。新北市伫咧2023年会变做台湾第一个走向无烧土炭城市的都市，啊，毋过新北市的境内也是有新南口火力发电厂伫咧烧土炭，所以环保团体嘛希望讲，会当伫咧运转满15档的时阵，就提早除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污染，宜兰的居民嘛真惊。住伫咧宜兰圆山乡内城社区和中华社区这民众，去到经济部矿务局抗议讲，政府要准永安实业这间公司伫咧离因徛家厝真近的范围内开矿，这是会引起土加袂掉的走山，佮有水质的污染。因嘛送出4万人徛命的连书书。啊，经济部矿务局是强调，头尾2阶段的审查是真严，一切嘛拢会依法行政。好水源，翻开矿，翻开矿。宜兰员山的在地乡亲来到经济部矿务局大门口抗议，认为永安实验污炭已经影响在地民众的生活环境，未来若是继续电源，恐惊引发水质污染。它距离聚落事实上真的太近，当开采开始之后呢，会造成粉尘，会造成水的污染。甚至于呢，它能够保证这30几年，将近50年的时间，不会有所谓的土石流的发生吗？不可能，完全不会。我们有请专家去评估，
不会，我们都是按照那个 SOP 来。当地社区代表强调，目前影响事件乌团范围拢总134公顷，下过基隆湾山、中华村甲内城村，为1980年7月份开始，已经过几落摆拓宽的展演。今嘛2020年6月30日，将要到期，控部局应该评估当地人定金税内容，撤回乌团区禁止拓协款的核准。在审查程序有2个阶段，一个叫做矿权展现阶段，一个叫做矿业用地的核准阶段。那无论这2个阶段，都会经过很多的其他的相关机关，他要负责审查。那刚讲，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基本上就不会同意。控部局表示，审查会有2个阶段，到底敢有适合做拓场？下下部门审查，依法行政，预计明年会去现刊。记者综合报道。确实有影是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今年8月底，大同公司伫咧嘉义民雄，因所经营的大湖农场的甘蔗园，厝杀草济的时阵，拍算是因为风势，透过农场隔壁王来园嘛去寻到这个农药。这王来农民是讲影响范围有6甲外，大同拢无生意要来解决。不过大同公司这边是讲，已经有请公证单位来鉴定，该当负责的绝对袂走险。西瓜凤梨。这正常的，这正常的就是安尼叶会开，这不正常的，就是安尼。原本爱挺开的叶啊，因为稻草这2.4D 的影响，唔是救去，就是烂去。民雄农民甲二是造成损失的大塘，经过几若摆协调会，落尾收到大塘比较农委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赔偿的公文，答应1公顷赔7万5，最后作事人真歹接受。30-40人都没有蹲青木林过啊！这个可能他们2点4第一人为因素才要蹲青木林啊。他用人为造成的损失，用天然灾害来补偿，这个好像行不通嘛，说不通嘛。今年8月，大塘使用无人机对这片甘蔗园转药啊，因为风头药啊跑去四边往内产，农民认为代志较大，大塘直直拖时间无进行实务检验。不过大塘表示有一定的定数爱行，绝对袂下逃责任。它吸收2.4D 以后，它的心就会烂掉，浓度太高。有一部分的药有飘过到凤梨园，这个是事实。已经发函发文去接洽这个农委会药物毒物试验所，将在12月19号上午，会同来采样诊断。大塘表示，根据农委会107年金算往来的统计，1公顷差不多有4800公斤的往来通收，平均计销是1公斤21.32块，比民雄镇往来的农民要求的100万少真济。未来会继续甲最新人协调，希望会当敲出双方拢通接受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气候的变化，台湾的麻仔这几冬是一年一年在减。不过顶日咧，伫屏东的沿海，麻仔所出真济。一时间有将近200只鱼船拢过去要讨猎，讲有的渔民敢若一暝就通收入上百万。总是学者嘛分析讲，这是因为海洋水流的方向，麻仔才汇集伫咧屏东的沿海。不过按算起来，麻仔的总数比较旧。就是网仔内底这种白色的麻仔，因为麻仔当年减少，这几冬常常出现一尾100块以上的行情。屏东沿海这几天煞向出大量。到近15年唔捌遐好过啊，鱼安尼贵，鱼才有遐好的。啊无正常是拢北部型有麻。伊是用固定式的，挂网啊伫啊，伊暗地啊差不多。去暗夜都要食万尾。渔民讲，今年的量已经几十担无看过，有人一暝获万几尾，赚超过100万。因为麻仔是对海流来，只有日本、韩国、台湾甲中国掠会到。根据日本方面的统计，台湾12月9号产量已经达到33到36公斤，10号更增加1倍到70公斤，有60公斤集中伫咧屏东。到16号，屏东的量有降低，但全台湾总共已经掠900公斤左右，是4个国家产量同最。今年的话，几乎90%以上都集中在屏东这里，会有一个在巴士海峡会有一个支流会灌进来，这个叫黑潮支流，似乎很多苗就跑进这个黑潮支流里面来。所以就挤在屏东那个地方。
但学者提醒，以总量来看，今年数量应该袂比去年多，而且麻仔量逐年减少。台湾目前虽然敢若开放11月到隔年的2月才会使掠，煞只麻仔季节的9成，为了避免以后真正掠无，建议爱阁检讨开放时间。记者王家川、民集团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先来关心香港。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昨暗伫咧香港驻北京的事务所，向媒体说明即抓伊去甲北京政府报告职务的过程。林郑月娥是讲，止暴制乱的政策已经有效果，扰乱社会歹人已经有较减，不过暴力的代志是还未完全冻点。总是有香港的民众讲，但香港政府是袂输咱录音机咧，一直咧电报同款的内容尔。去北京述职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结束行程了后，昨日暗时举行记者会，强调港府工作也是止暴制乱。我係感到受到鼓舞，因為正如大家知啦，呢個止暴制亂嘅工作係並未完全係完結嘅。我哋亦都未走出呢個困局。而除咗有暴力嘅事件呢，我哋而家仲要處理，因為經濟下滑而出現咗好多嘅將會困擾市民嘅民生嘅事件。林鄭月娥特別指出，10個皇家如果出現報道動亂，就被警方發射催淚彈。針對媒體問講有關基本法第23條立法，以重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加發展利益的立場，嘛講相關立法需要審時度勢，有好嘅機會甲環境條件才會做。不過，香港民眾對特首喺北京嘅表現並唔接受。嬲啦，同埋即係瞓醒未咧？佢哋政府係啦，因為每次其實聽就係聽一個錄音機，不停去 repeat 又 repeat， 佢哋已經講咗半年嘅嘢，但係其實個問題你見到依然仲喺度，係一啲都冇解決過。咁啊，亦都希望佢哋可以多啲了解我哋嘅諗法，點解我哋會咁企出嚟咯。已經半年反送中示威，特首林鄭月娥去北京述職期間，衝突又個變大。10號暗時，有頭啲87號會記者叫警察近距離噴胡椒噴霧，用棍仔一直拍，有記者叫催淚彈拍到，造成正面目睭受傷流血。記者綜合報道。咱们来看美國波音公司生產的737 MAX 這型的飛行機，因為進前燃燒線發生2戰真嚴重的失事，造成300多個人不幸。今年年初，全世界攏禁止這型的飛行機擱再載人客。波音公司昨嘛宣布講，若是年底無再調摕到會用德國飛的許可，因就會暫時停止生產737 MAX。消息發布爾，波音公司股票的點數嘛做一個64%落來。總部喺美國西雅圖的波音公司，昨日喺聲明中強調，和波音737 MAX 飛行機安全個飛是因頭一個要考慮的。安那停產波音737 MAX 飛行機，是伊次公司生產體系甲供應鏈長期健全、尚無干擾的決定。嘛無拍算針對這個機型相關的生產線完工進行裁員。不過專家指出，停產大型商用飛行機是真罕得快。波音這個決定會對600間零件供應商、甲各大航空公司、甲美國經濟表現造成重大影響。I think will affect our trade deficit. I think it potentially could exacerbate that in the short term. 波音737 MAX 飛行機，2018年10月份的印尼西航，甲今年3月份伊索比亞航空的2件重大空難，造成340來人罹難。美國聯邦航空總署 FAA 為今年3月份開始下令這機型全球禁飛。雖然波音公司這段期間一直修改這個機型，向認為是造成空難主要原因的自動駕駛系統。不過 FAA 也是無得同意波音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擱再飛的要求。專家強調，波音目前會當做的，就是趕緊消除各界對737 MAX 飛行機的無確定的感覺。I think Boeing needs to give particular airlines assurances that it can make reasonable plans based on this airplane, and they're out of this period of complete uncertainty, because you just can't run something as complicated as an airline without the most basic thing of how many aircraft and when are they going to be available. 為今年3月份禁飛到目前為止，737 MAX 已經造成波音公司90億美金，差不多是2750億新台幣損失。不過過去9個月，波音也是維持每個月42架的生產量。
目前应该还有400只库存，不过因为 FAA 无爱放行，全部无法度交货。虽然波音正答应伫西湾2021年完成交机，不过停产消息一出来，波音16个股价不大落超过4%分点。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尾啊，咱来讲医药方面的新闻。国际上真出名，心脏病药品心达斯发生有过样。食品药物管理署近来接到民众通报，心达斯10米米个人的药粒啊有卡污点，共这批生产的药品可能嘛有污染。但主管机关就要求药厂要赶紧回收，搁要交出调查报告。就是这个国际有名药厂赛诺菲制作生产的心脏病药啊，新达斯10号确定者，被小数查到有部分药剂外观出现污点，好亲像有物件掺入去，要求药厂为即马开始马上回收配合U322问题药品，搁交调查报告。可能是他们在操作的当中不小心在被机器割破一个手指的一个小伤口，然后这个血液渗到这个药锭里面。小苏表示，这个药品主要是用在高血压、心脏中风了后的心衰竭等，必须定期食药控制疾病。全台市占率差不多是45%，共配合药品差不多47000多盒，有130万粒已经卖出去。医师表示，这款药品伫台湾上市真久，因为副作用会喙焦，临床上有替代药物。民众若是有疑虑，应回诊甲医师讨论，千万唔通家己停药啊。已经开始有新型的药物去取代它，所以它其实在临床上现在使用量是越来越少，民众也不用过多担心。那有些使用这个药物也不要贸然的停药，因为有可能会造成血压会反弹性变高。小苏强调，已经请医疗院所、药商甲药局马上停止调节这个药品，进行回收的作业，到明年1月初9为止。到底有偌济粒问题药品已经被民众食落腹肚，要等药厂送调查报告了后才会知影。赛诺菲是发声明强调，并国因为误食大数血药而为着疾病的风险增加。若是病患对药品有疑虑，应退回病院或者是药局回收。记者综合报道。现代人因为工作压力大，搁换嫁娶，有的要有欢喜，就要忙真久。为着要帮助这不孕的翁仔某，自明年开始，婚姻县政府有要补助人工受胎费用2万块。讲起来这是好消息哩。婚姻县卫生局局长嘛讲，县府目前已经有成片100万，若是来申请的县民有较济只，经费嘛会搁再追加。大牛林30岁欧小姐，平时坐办公室工课，但因为工课压力真大，加上生活负担，打结婚无急着生囡仔，但决定要生囡仔时，才发现生囡仔过程无遐尼简单。因为其实做人工试管啊，经费压力会比较大。那我觉得政府有这样的补助真的很好，可以减轻一些想要有孩子的妈妈压力，觉得是很棒的一个政策。经过云林县卫生局统计，云林县妇女第一胎生育的年龄，30岁至34岁到36，会当看见暗生的趋势明显，加上工课压力大、暗婚等因素，后这几年无法度顺利有新的比率真悬。但为明年开始，县府将补助县内无法度顺利有新的翁仔某，做人工生殖的费用2万块。每一年一对就是2万块的一个补助了哈。那我们109年编列有50个名额当然我们会依照这个未来执行的情况，如果县民的需求很大的时候那县长有承诺就是会再加码。是云林有没有这样的需求？他是评估是说有这样的需求，因为全台湾约略不孕症的夫妻大概10到15%，就是7对将近会有1对就是会有这个生小孩怀孕的问题。台大云林婚姻表示，台大婚姻生殖医学中心去年6月份成立，已经协助17对的翁仔某成功有生。云林无法度顺利有生的翁仔某，唔免走到外县市来看医生，只是目前过来人工生殖的补助。为了保证对低收和中低收入无法度顺利有生的翁仔某，每年上共补助15万块。另外，桃园市和金门县分别补助2万和8万块。记者云林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先来看彰化和美。彰化和美和林国校的志工队已经连续10年，伫咧圣诞节进前去到嘉湖发展学园送礼物，互遐个脑智的发展，有了比人较慢的幼囡仔，阁有捐款奉献。替有亏欠的人尽一点心。
囡仔坐伫涂骹咧耍，毋过因有淡薄仔无共，因拢是成长发展较慢的慢飞天使，便若到耶诞节，上期待就是摕到礼物。好比和仁国小有一阵由家长组成的志工，当年年底拢会送爱心物资来捐捐钱，而且爱心已经做10年啊。其实我自己本身是慢飞天使的家长，那我的孩子他已经就是当小天使了。可是我觉得就是说，虽然我孩子不在了，但是我觉得这份爱是必须要去延续下去的，去让这个爱是没有断的。摕到礼物的囡仔拢真欢喜，中华家扶中心表示，真感谢这款的爱心团体会当逐年拢来捐助，因为通常年底募款拢较困难，加上今年当着总统大选，还佫有过年嘛较早，所以民众的爱心捐款比英国佫较少。这是一个比较民生必须的事情，或是一个同心协力的一个活动，那它都是一个朝一个比较民生必须，那社会大众的捐书就会比较愿意。那的确在捐款部分相对在受选举或是在其他募资的越来越多元的情况下，的确有点下降。我们也不断的在盘点一些经费，能把钱用在刀口上，就是希望说在我们现有的资源之下，能够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王惠美表示，中华关虽然财政困难，但是用伫弱势妇女甲囡仔经费，当年也是变差不多3亿，不过也是有真侪不足的所在。官府除了会继续盘点其他经费，嘛希望有更较侪亲像这款的爱心团体来帮助更较侪需要斗相共的囡仔。记者综合报道。家己的关市，家己的庄头，家己来真心，有影真甘心。着人，着神。咱来讲，设伫咧大路头田园边的石敢洞。这就是伫咧洞刷破灾。当有学者研究出来讲，宜兰县内路头路尾有80只石敢洞，敢若宜兰市就有2-3只。当宜兰县政府就特别举办旧城石敢洞文化的活动，就是望通更较侪乡亲了解石敢洞替庄头底洞在下迄款固全地方的精神。石碑顶面有狮仔头、顶顶的浮雕，通常伫咧徛街的附近或者是大路口，拢会使看到石敢灯。伫咧民间信仰内底有祭祀的功能。根据学者的调查发现，宜兰县内石敢灯就有80座，那宜兰市就占23座，是县内数量上介多的所在。这一座石敢当呢，可以说是城内里面最大的，它最有特色的，它的雕刻还有石敢当的字体。都是非常符合石敢当信仰文化的元素在里面。文书工作者表示，宜兰甲咱厅庭内底，即阵发现的石敢灯就有10座，这唔那代表石敢灯保平安真侪年留落来的文化。宜兰市公所搁较举办旧城石敢灯的文化巡礼活动，希望互搁较侪人认捌别人文化的物啊。我们希望说这些石敢当早期陪伴我们一个信仰的过程，我们要继续来留存，作为我们共同来记忆，或者是这个作为这个教育资产的一个部分。石敢灯也常常去互看这是安邦定国的基础。文书工作者和县政府希望会使带民众实际来参访石敢灯，互后代了解就安民安的信念。记者综合报道。一条老歌在台北迎成风，歌词讲滴答答鼓吹牵灯声，这就是旧情吹。演奏的乐师甲北管的江笑谱记伫咧头壳底，行伫新桥头前沿路分鼓吹，替新明开路。住伫咧云林北港的艺术苏仁义，以后云林县政府订录做传统的表演艺术，望讲将庙前的旧情吹继续流传落去。伫咧云林北港，因为不管时拢有伫咧迎闹热，旧情吹的乐师大家拢会互相比较甲拼场，虽然也演变出家己特殊的演奏方式。其中有一位对南北管拢真熟手的艺师苏仁义，云林县政府的本主审议也甲伊订录做传统表演艺术旧情吹。教前吹它的吹谱鼓吹的吹谱一般都是从北管里面的乐曲，它的过场谱里面从中间截取一段出来作为引绳的使用。那他们因为彼此竞争的关系，就发展一些比较特别不一样的吹奏方式。内行看布底，外行对人买，分鼓吹技术也要练3-5冬。除了声音爱响亮，分的时阵也着爱会晓吞开。不过科技的发展，却也甲传统艺术互相竞争。
本地需要各类的人照法度组成的叫声吹，束缚录音带来代替。那叫声吹是北港很重要的一种文化资产，那就是古早伫个叫每一点叫的头前拢有一个叫声吹，但是后来都被录音带给取代了。云林县政府希望透过文书审计的认定，对叫声吹这项传统文化重视甲关怀，也期待迎闹日的时阵，优美的鼓吹声音会当继续演奏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半空中的代志。福摩沙卫星5号发射2吨外，伊所翕回来影像应用已经袂少。中央大学这边利用卫星的影像制作水底地形，协助内政部来制作出电子风行图。台湾大学嘛有教授利用卫星做出立体台湾洲的分布图，这会当帮助农粮署估计稻米年产量哦。海内底搭仔写做一列，福月5号翕到的东沙宽达，彩色的解析度比福月2号是加一倍，而且佫会当侦测到蓝色、青色、红色，还佫有金瓦红色的4大曝光。中央大学黄志远副教授的团队嘛用这个特色推算出东沙宽达的水底地形。那建立起来之后，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在近岸的部分，它的水深可以透过这个水深的资讯，然后去了解说，去建立这样子一个地图出来，然后供船只，那他们可以去做使用。唔免去现场用船来测牛，嘛免伫空中再攻达测深度，用福月影像建制水底地形，进一步来做电子航行图，唔但会当省真侪人力的部分，还佫有经费。台大朱主和教授是用福月5号光学影像配合雷达，还佫有无人机，用3D 立体方式来判断台湾的稻仔产，进一步推算出一年稻仔的产量。第一个就是作物侦测嘛，所以水稻田是最重要的。那事实上，农委会他们最近有很多争议，都是8大敏感作物啦，对不对？还有很多这个蔬果的部分。多了1倍的话呢，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地形前面呢，或是在一些土地上面、量测上面的话呢，它的一些的应用上面会比福2呢更来的有效率。太空中心指出，福月5号的影像主要应用伫咧民生，还佫有国土安全。到目前为止，商业应用的部分嘛有成千万的收益。若是目前规划后一粒遥测卫星福月8号，解析度会比福月5号加1倍，预计2022年会来发射。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全台湾独一无二的彰化市台语文创意园区，顶一日举办台语艺文闹猜猜，欢迎大家做伙来活动。教育部潘文忠部长嘛去到现场，活动内底设计真侪学习台语文的游戏，大人囡仔哪算哪学台语，确实真趣味。对葡萄，嘿，过来准备，1、2、3，摸大条，西瓜一只好嘛。现台语的字卡，囡仔兄囡仔姐哪算哪讲台语。另外一边，囡仔目睭贴甲大啊大蕊，算囡仔算。有好算无？好算嘛，对阮真好算，讲真好算，真好算。师傅佫用台语讲出替囡仔做佚佗物的心情。咱借做佚佗物来学台语，囡仔心情真欢喜，较轻松，学台语较趣味。趣味啊！囡仔拄好有机会讲台语的，即摆有讲台语的真好啊！囡仔咧学较紧啊。关怀文教基金会14伫彰化市台语文创意园区举行台语艺文闹猜猜，欢迎大家做伙来的活动，号召各地头关心台语发展的团体甲民众做伙来食好食物、耍游戏，大家有食阁有掠，规个园区有影闹猜猜。咱这是全台湾唯一的台语文创意园区，而且希望让大家有一个真好的环境，大家拢用台语来办各种的活动，安尼我想咱的台语就袂放弃。台语文创意园区到达已经启用当半的时间，这阵园区已经收集真侪台语文的册、影音资料，也佮成立戏剧馆、亲子馆等等。大家就拢望要记这项文化资产会当继续保存，开枝散叶。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日台湾和澎湖、金门、马祖拢是济云甲好天，不过明甲日温度是差袂少。明仔载东北风就小可变较强，北部、东北部天气会反凉冷，中南部明日清早的温度嘛会愈济。明仔载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21度到28度，
中部这边22度到29度。台南高雄屏东24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22度到29度。金马澎湖18度到26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富清，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